係香港喂，香港市民又中伏啦！呢次唔止玩盡晒我哋，簡直係玩到仆街仆到飛起。條巴士安全帶變咗全港最大笑柄，罰款原本5000蚊加監禁3個月，結果實施6日就自斷手腳。陳美寶出嚟講技術不足，盡快刪除強制條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呢個 U-turn 轉得比九巴落斜仲要急，急到連5000蚊罰款都變成蚊咁細，細到完全唔存在。話說2026年1月25號，政府興沖沖推出呢一個保障生命神級政策，宣傳得勁到離譜，凡有必帶，不分新舊，唔帶等於自殺。5000蚊加坐監3個月，官員個個講到好似救世主降臨。罰則嚇到人人以為唔扣帶即刻變兇手，市民上車即刻變小白鼠，扣帶變成每日必做嘅生死儀式。結果呢？未夠1星期，全港巴士變大型災難片現場，安全帶太緊勒頸，太鬆彈唔返，卡死扣唔落，仲有架欄喺度開 party。短途客最慘啊，上車抽大扣好調節坐穩。哎呀，到站啦，解開重複一次。簡直免費做瑜伽加有氧。抱 BB 媽媽扣咗之後 ，BB 變空中飛人，長者拉唔到，寧願企位企到腳軟，企位客。恭喜香港獨家發明，企住扣安全帶，扣唔到就罰5000蚊，夠晒抵死。最爆笑係條文根本係驚天大烏龍啊！江玉歡一踢爆，全港90%以上舊巴士1月25日前登記，即使有帶，乘客唔扣都唔犯法，冇刑責。政府之前成日吹不分新舊，原來係新車先罰，舊車隨便玩。5000蚊罰款變成只係適用新巴士，舊巴士乘客笑住唔帶，政府宣傳變晒蚊，咁無力。市民俾人當傻仔玩咗6日，仲要俾教育，要習慣扣帶，習慣你老母啊！網上火滾到爆，成日見玩盡香港市民5000蚊罰款，玩完5日就跪低，5億公帑裝大裝到變裝飾。陳美寶技術不足，市民智商不足。YouTuber 開 live 大串啦，燒你血汗錢，港人陪葬，乘客破壞帶被困45分鐘，要消防救，衛生差到變垃圾帶，全部都係技術不足，唔好笑死人啊！5000蚊原本嚇親人啦，而家變成笑話，罰款由蚊王變成真蚊，細到飛走都唔見。1月30日。陳美寶終於出嚟見記者，臉色鐵青。雖然傷唔出，開口就技術上有不足，未能完全反映立法原意。哇，技術不足呢4個字真係宇宙級萬能 key 啊！之前宣傳幾個月，立法會通過律政司過目，點解實施先發現技術不足？你哋開會係咪全部喺度打機定食宵夜？陳美寶仲好有風度講，政府負責任做法，盡快刪除條文，目前冇法定要求，宣傳教育為主。負責任，負晒市民嘅責。之前5000蚊加監禁係玩嘅咩？而家變自願教育，教育咗6日，結果教育到全港市民齊齊學，點樣俾政府當 beta tester？ 佢話會廣納各界意見，完善條文，再刊憲交立會，再推出。即係話呢次跪低唔係放棄，而係暫停 update，等 debug 完再 push 2.0。市民俾你當白老鼠，測晒北，衛生差，設計爛，不便長者小童企位無位扣，之後你再收錢買正式版，仲要樂意多聽議員意見。議員之前通過條例時點解唔聽？而家先聽啦，聽完下次再推。又話技術不足2.0， 5000蚊罰款由天價變蚊價，再變0蚊，夠晒諷刺。呢件事係香港經典政策大龍鳳教科書一拍腦袋，強推為安全；2宣傳誇張，5000蚊嚇到人人抖；3實施即出事，漏洞大到開巴士入去；4市民反彈，網民串爆；5官員認唔理想，技術不足；6盡快刪除，自稱負責任；7承諾完善之後再推，等下次再玩。結果呢，5億公帑裝大，裝完俾市民玩6日，而家變自願裝飾，巴士座位多咗條帶，等於超市請即棄膠袋，有但唔使理，5000蚊罰款。而家細過蚊呢，蚊咬都俾佢痛噶啦。
香港市民真抵死，次次俾政府當實驗品，垃圾紙費玩唔掂，暫緩；巴士安全帶玩唔掂，又暫緩。下次係咪輪到強制每日飲8杯水，定強制跳繩100下？官員們唔該，下次出政策前先自己坐巴士由屯門坐到中環，扣晒全程帶，試下5000蚊值唔值，再決定推唔推好唔好。總之，最大贏家係安全帶，終於鬆一口氣，唔使每日被數萬人拉扯、咒罵、破壞。輸家梗係我哋班俾稅養官每日返工返學嘅香港人啦。陳美寶講得啱啊，初心係保障乘客安全，但係保障咗官員官位安全先至真啊。5000蚊罰款，而家變蚊，細到連蚊都笑政府啊！多謝政府又送經典笑話，玩到市民齊齊笑到仆街嘅。